歡迎大家收睇《大明燈》，我係孫柏文。咁啊，尋日咧，我嗰段短片咧就話咧，小時代喺香港港股應該降臨㗎啦。咁啊，所以咧就基本上要焗住買，係啊。咁啊，之前就建議過幾隻啦。咁啊，我自己咧喺禮拜一嘅時候咧都入市啦，係啦。咁啊，我自己咧都買咗5隻股份嘅嚇，咁啊諗住散彈槍啦，因為我就覺得恒指本身有啲係落後啦，有啲可能甚至唔喺恒指裏邊啦，咁啊所以就散彈槍咁買啦。咁我買咗啲乜咧？咁首先就買咗騰訊啦。騰訊係純粹因為納斯達克指數咧將會喺呢一個耶倫 U-turn 忽然變鴿派嘅情況之下咧，納斯達克指數會最受惠。咁啊，如果納斯達克指數啲最重磅嘅股，即係 FANG 啦、Facebook、Amazon、Netflix、Google 啊嗰啲咧繼續上嘅話，咁啊應該會帶動埋騰訊嘅呢個順理成章啦。咁啊之後咧就買咗呢一個港交所啦。咁啊，因為港交所本身就係如果有任何乜時代都係會有港交所份㗎啦，應該係咪？咁就買嚟港交所啦，咁就亦都買埋呢一個嘅惠理集團啦，806啦。咁啊，惠理集團就係一間資產管理公司啦，佢開基金㗎啦，應該係香港一個啦。咁就我相信可能有機會被收購啦。不過當然啦，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嗰度咧就基本上可停晒啲民企做收購嘅，咁所以就唔知道惠理集團賣出機會幾多。不過始終都係今年嘅大牛市，佢好似冇參與過咁啊，所以就追下落後咁啦，搏佢。咁啊之後咧，亦都有買呢一個嘅瑞星啦，瑞星科技啦。咁瑞星就因為純粹係佢回購不斷繼續㗎啦。咁啊，我見到舜宇光學都 OK 嘅話，咁而家買咗瑞星我都唔覺得有少少驚咯嚇。咁啊，而家係騰訊、港交所、惠理、瑞星同埋最尾一隻鴻騰嘅。咁鴻騰咧就係一隻富士康旗下嘅新上市公司啦。咁啊上咗幾日嘅啫。不過咧，我見到佢咧盈利咧，基本上喺呢2年嚟咧，即係上市前嘅2年咧，都係不斷倒退嘅盈利。咁你梗係話，盈利倒退買嚟做咩嘢啊？咁我見佢2個7毫幾上市啦，2個8啊，咁啊已經數到上3個3、3個4啊。咁啊，即係呢第一件事就因為佢本身咧就淨係上2成股份嘅啫。咁啊7成幾就係公司 hold 住啦，仲有6% 就係管理層，咁加埋已經8成幾嘅，咁啊即係等於佢街貨可能得個40零億。我見到啲人即係啲人都係咁買佢，就可能搏佢今年上半年唔差咯，即係會好轉咯。咁一好轉親就咬上啦。咁基本就呢5隻啦。咁係啊，尋日段短片裏邊我講過話咧，長息美國長息一路上。而短息又話可能加息就快加完嘅話，咁即係息差會擘闊嘅話咧，咁其實應該係最受惠就係匯控嘅。咁我就冇買匯控，因為咧我揸親匯控都輸錢嘅。不過咧沽匯控先有錢嘅，咁所以我就唔敢買匯控啦。咁你話尋日嗰個股市嗰個走勢，對於我嚟講我係 OK 嘅，因為咧咁啊第一件事因為升啦8點，咁你梗係話喂唔係喎，一開波升200點喎，不過當然啦中途倒跌啦。咁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咧，國內嘅創業板咧，佢哋基本上就係到佢哋即係創業板都係世界股啦。咁即係等於佢哋都有啲塵爆嘅現象。咁啊，好多人都就有即係眾說紛紜點解啦。咁我即係大家都一定矛頭指住嗰個全國金融工作會議㗎啦。咁一大堆講嘅説話啦，就話咧金融業咧要向呢一個嘅實體經濟服務啦。咁啊，大家就蘋果日報就話示意會更加多 IPO， 咁即係純粹從供求關係多股票咁啊，所以而家現有嘅股票咪冧咯，即係可能係㗎。不過咧，我自己咧就覺得應該最主要原因就係，如果你係話國內啲上市公司嘅價值，某程度上一定係反映國內公司可以玩嘅財技。咁如果突然間國家話你要服務實體經濟嘅話，咁香港最容易明白嘅就係嗰啲供股合股賣殼嗰啲咧。咁你間公司如果係供股合股啊，即係炒上炒落啊，
咁呢個唔係為實體經濟服務噶嘛，咁你唔知道究竟國家會推出啲乜嘢新嘅措施去限制一啲呢啲咁嘅上市公司有控制權嘅股東佢哋可以做嘅事。咁如果係咁樣，我作為一個股東嘅話，咪訂貨咯，因為喂，以前我可以唔好話亂冇啦，不過即係冇佢嘅自由度大啲嘅話，咁我揾食嘅空間咪大啲，咁 therefore 我即係個股價咪可以 hold 高啲咯。不過如果呢啲咁樣嘅上市地位突然間嗰個嘅自由度被收緊嘅話，咁我有啲咩冇咪掟佢落嚟咯。咁即係所以就咁樣嘅。不過當然啦，嗱而家咧就十幾大咧就會喺年尾嗰度開啊，15啊，好似係15大咧就會喺年尾開噶啦。咁啊，習近平咧就要即係乜都要維穩嘛而家。咁啊，如果維穩嘅話，突然間有一紮公司咁樣塵爆發，其中一個我覺得好重要嘅政策反應咧，將會係增大呢個貨幣供應嘅。咁啊，如果你話增大貨幣供應嘅話，咁就有好多亦都唔做得嘅話，咁啊擠下可能會擠咗嚟港股。咁啊，另一樣嘢咧就係以尋日大陸即係創業板咁樣塵爆發，香港仲可以升80點，其實都示意香港股市都好強㗎啦。咁啊，睇外圍做嘢啦。咁啊，直至呢一刻嘅話，美股都仲係升緊啦而家。咁就冇啊！而家基本上，我覺得美股就一路都同阿耶倫玩緊呢一個嘅 chicken 玩 chicken 咯。咁啊 chicken 嘅意思就係兩架車咁樣衝埋嚟，係邊個冇膽嘅就會即係揸開，咁另一個咪繼續前進。咁而家股市同耶倫就講話嗱，我啊唔信你加息㗎，係啦，你都淆底啦，咁我繼續一路炒上去，睇下你幾時咁樣撳落嚟啦。都有啲大行都出報告話。係啊，市場而家基本上係唔驚你耶倫㗎啦，你加咗2、3次之後，而家就會淆底㗎啦，就咁樣咯。咁所以就都係個局賭格啊！我唔會即係如果你唔信，你咪繼續揸現金咯。咁啊，不過唔投放資金落股市度，直至到耶倫真係咁樣撳落去嘅話，我覺得自己蝕底啦。多謝大家支持，亦都多謝大家收睇。